苦辛苦辛苦。欢迎主优，你待会就全部都到了。哇，好辛苦！足有老面温系当有催化嘅客家社妹，佢兩個人接受日頭下熱公共節目嘅邀請，為表演佢哋動強嘅樂器，睇睇傾老獻樂，你係佢哋第一擺採訪嘅情形。表演冇問題，不過會做戲就係用客家話對佢哋來講是係一大嘅考驗力。四線人。我爸是線，我媽是海流。海流，海流。那你會講四線還是講海陸？海流。一點點的海陸，因為我小。比較多的四線嗎？沒有，小四線不太會。哪一條？每個會。每個會。燕子。一數住客，玩就你不要给人家笑。可是它不是海陆比的嗎？沒有，這有時候不對。來，你條歌也講一。阿姨，這你我還是阿姨呀。後生人冇法度，就要麻煩睇人一記教。夜歌。二歌啦，夜歌係半開啦呀，呢真係夜歌。你真係義工，係啦，就愛人這樣搞哈，來哈過，台詞不多，可是要有表情。聊到歌唱雖然當辛苦，不過就有了面溫認為，了全部係學習嘅機會，對客家話、老客家節目有了新嘅認識，了係一種更好嘅經驗。其實就是你待會你要不要自己做筆記，然後你就可以好練。這個也是 Z， 對，所以愛。該你是來表演一首歌曲。觀眾朋友，5月份日頭下熱公共嘅節目，來嚟東島嘅好朋友，留大家公共笑笑。但禮拜日晏晡頭6點，聽咗去看哦。大家好，客家打這一句，熱講熱頭。我係唐熱頭，大家好，我係車熱